咱开始评啊。上尾也简单嘛哈，伊叫跨科组，然后叫跨科组。跨科是地球科学尔嘛，你要地球科学之外，你看伊个题目是全球气候变迁与依据，所以咱进行讲到地球的环境，包括气象，这个物件咱伫咱生活中要安怎来应付这个改变？所以咱开始来评啊第一节，海气的交互作用与影响。海气，讲啊是太简略了。海气你看。海有啊气象，这两个互相影响，海洋啊气象互相影响。咱地球若无海洋咱的气温甲即摆无共。气象来影响着海洋，海洋跟气象啊。这两个可以算讲大气圈啊水圈，两个关系非常的密切。这两个关系，再来看第一个洋流，伊到底构出叫平中性到遐个，你3年无咧干大家写一条批。写一个情书好了啦，为海人赞文，二嘛有一天也咧漂流，漂到一个帅哥的那边小女生就写漂到帅哥，然后男生那个就漂到美女，然后美女捡到看到你的情书，然后就千里迢迢来催你，这个是写非洲的欧啦。不要种族歧视当然在这里敏感林辉刚刚提了奥斯卡颁奖典礼我有看，爆水的没有来颁奖，大家不知道奥斯卡会颁奖对啊，快点颁奖，他说奥斯卡会颁奖但是这个大家在讲迄颁奖典礼，伫美国你好该是黑人胜黑人你今仔人，个唔丰盛啊，是人胜最伙，其中一个是白人我甲你确定这个抗击种族歧视，这里美国最严重的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问题影响着伊检查你的地影内底拍片内底角色甲有无人，无你红骂什么讲的咱这是较无迄种问题啦感觉讲，迄真正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日本别里本有一个中学生。伊真正写一个平中信，当然迄是情书啦。伊是讲，我要从事科学研究，所以我这张批我弹出去，你若有收到，请你甲我联络，甲我讲你是倒位收到，啥物时阵是倒位收到。当然伊这张批除了英语，伊袂晓写日语写日语看无日语的人，叫无要写过来种的语言。结果这张批上班回，在美国被检到，
我们现在的洋流，咱这亚洲里加，北美洲里加，咱要有一个北赤道洋流，咱台湾里加，黑潮上来，这边过来，北太平洋洋流过来，日本的气飘洋过来，越过太平洋。到美国的岸边，哦，这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一般讲洋流较少，因为季节嘅转换，伊个风潮拢是安尼，因为甲地球嘅胖有关系，风向有关系。当然你局部的迄个沿岸流，咱等下讲。咱局部的沿岸流就甲季风有关系，所以咱放出来去边来看，咱看台湾，来，咱伫个夏天的时阵，倒起来，伊个洋流叫黑潮，到海底走动的。都不一定会卡风伊个英文名称是寻找尼莫，尼莫内底主角一架小鱼。伊内底有讲的洋流，那是伊的一个快速道路，来搭上这个洋流，这个不费力就可以迁移。所以这洋流就叫做黑潮，叫咱叫黑潮。因为你这个洋流水都清澈的，水都清澈，阳光就会穿过去，就不会反射，所以颜色看起来就比较深，所以叫黑潮。因为赤道起来，所以是温暖的海水。夏天起来，加一个黑潮的支流，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这夏天若寒天的时阵，这边有一个中国沿岸流了啦，中国沿岸流了来，所以这黑潮的支流到家，受到冬天东北季风吹中国沿岸流的影响，伊到家就晒过来。所以造成咱台湾寒天的时阵，南部恒春半岛遮气候还蛮温暖，因为受到黑潮的影响。但是北部遮就无，这两边西边遮中国沿岸流所以较寒，但是这边有黑潮的支流，黑潮这支流不分春夏秋冬。都比这个方向的，不能从春夏秋冬这个方向。因为有这个中国沿岸流，所以咱的归去乌鱼都会做迄个啦，所以叫变乌鱼。但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咱的乌鱼，气温暖化，乌鱼也渐渐的产卵也北移了，所以以早咱做农的主管家拢在聊乌鱼的。现在愈聊愈少气候的影响、暖化的影响，包括咱迄中共基地伫咧上游，一网打尽式的乌鱼捕捞。乌鱼上最大的是乌鱼子嘛，乌鱼子乌鱼肉其实拢做俗的，但是乌鱼子你爱大只肥了乌鱼子，所以以早伊收到遮大只肥了乌鱼子，但是你上游你甲浮起来，乌鱼子嘛生无好但是你生落伊就袂大你就袂牛甲食所以就变做就变拢无。所以咱鱼养嘛是，等于讲像杀鸡取卵似的。好啦，咱先来看河龙，河龙甲洋流，河龙属于近海的啦，
啊，其他是家己海面产生波浪，啊，当然波浪主要是风在吹啦，所以咱真正讲无风不起啦，咱台语话海波浪，安尼。但是因为暖化的影响波浪有真强的出势，你讲波浪真强好啊，伫海边仔行咧，我有一个 CD 是伊的歌就是伫咧海边仔海浪的声音尔。 无其他的音乐，半点钟拢是海浪，潮起潮落的声音。我听迄个 CD 真好困，你若伫海边仔路都赢的。所以伫咧波浪你讲波浪印大，哪有啥物问题？但是印大你会甲迄个防波堤啥啦动歹，当然你住海边仔影响较大。 特出来，咱看讲大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这温室效应，具体来拢知温室效应主要是咱依照咱地球、甲金星、火星共款，咱的大气内底主要成分都是二氧化碳，降载部分。但咱想啊，咱即摆二氧化碳升出少。 但无拢氧气，可以咱气体交换的结果。气体交换用生物呼吸，把二氧化碳植物把二氧化碳转成氧。然后动物动物又会转换回来，但是动物伊有一个好处，伊会变做迄个碳酸钙，给咱的骨头吸了变石灰岩。 变做石灰岩，会变石油。但咱即摆甲石油摕出来烧，第一甲迄风力石油头控制地下迄个碳、二氧化碳，搁释放出来，所以咱大气内底迄个二氧化碳的含量搁愈来愈悬。愈来愈悬就造成温室效应。咱有讲温室效应无一定歹的啊，因为咱即摆若无温室效应，咱气温会到零下，咱拢袂变大起来。 咱物件咱咧，因为适中，咱地球演化到这个环境，咱的温室效应到这个程度，拄啊适合咱生存。但是咱若改变，咱一定会受到影响啊。当然，今仔受到影响，你受到影响的成本拢死了，当然就有另外一种成本出来代替啊。地球是安怎？地球今年过来。 改冰河时期啊，这你讲较过嘛？咱的冰河时期讲卖冰河时期，迄个温室效应，温室效应降低，温室效应是安怎降低？你若一旦结冰海水结冰，伊的冰层扩大，你会一路出来因为冰会反射太阳光，伊要像海水会留较多迄个热伫咧地球表面，伊会甲太阳光反射，所以你看地球一旦开始海水开始结冰，伊的温度会愈降低，温度愈降低，互伊的冰愈来愈多，结果咱地球就迄个冰河时期，就规个地球拢互冰封起来。这个风中库，它跟源头变做往那个温室效应升高，冰开始流，温度升高，所以咱的气温嘛是做侪循环的3、4次的冰河时期，大冰河时期、小冰河时期，这种地球发生过代。咱即摆是为暖化的所在行，所以咱的冰层开始流离。冰层开始流离，当然这北极熊开始栖地受到影响咱的迄个温带植物开始产生变化，但是改变程度对咱已经适应即摆环境的迄个动物一定歹的动物结果一定歹的，所以咱爱互即个物件减较慢咱无可能拢动起来，动起来是安怎？啥物时阵它会动起来？人类死光了，
人类是地球最不环保的东西，所以你要严格执行环保，那人类灭亡就完全环保。但你这是空谈，无可能。咱即摆就是伫咱生存，甲环境取得平衡。想让它取得平衡，那因为追求我们的舒适，最后环境改变，我们也会变得不舒适。所以咱爱尽量牺牲一寡物件，牺牲一寡物件。但无跟你讲，你要牺牲介多，即摆咱拢卖用电，大家拢搬去山顶起厝，拢用去测查迄落来用，你测查嘛无环保，对无？有人就无环保啊，所以这物件是平衡的问题。所以环境保护甲开发中间。经济开发甲环境保护，安怎取得平衡，这拢是一个课题。伊无绝对的对甲毋对哦。所以你看，近几年的公道、三阶议题、电厂议题，这个物件你讲拢无用电，无可能啊。但你用电的时阵，你安怎兼顾着环境的保护？若电厂尔开发嘛是安尼啊，咱的迄个。花莲不是采矿的问题，水泥的问题，你哪去问当地的原住民，你们要不要废除矿区？好山好水啊！你问他们要不要废除矿区？不要，想到不要。他们有那个才有工作他们有那才有工作还有工过人做你若放枪关起来，伊要死哦。对你讲，那我们的好山好水，要无你起哄啊？对吧？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你爱活着你要讲安怎活好，所以咱伫咧。开发甲环，你袂当讲我过了伤好，我拢为着我过了较好，我拢无顾环境。你入去高尔夫球场，为着我要拍高尔夫，为着我山顶的游乐园，我要去佚佗，我要去度假，我伫咧山顶一直开发，最后双方搞你家己嘛衰。所以咱读这就要处理平衡。你要有这个概念咱想要进要甲你讲这个概念，就是有一天你会变做迄个水泥厂的大老板，你有一天会变做迄个公司开发的大老板，在座有人会这样。等到那一天，你咧决定讲我要安怎开发，我这个工业区，我这个游乐园要安怎开发，你还有这个概念，顾着平衡。无你若讲，我完全没这个概念，我拢做碳水，那个提醒卖环境啊。好，咱今仔就讲到这。